你现在在這過得這麼好，是不是也給爸爸來？我沒錢。沒錢？那你叫到顧家幹什麼？啊？你說你沒錢，誰信呢？自打接近顧家之後，顧其成的私人財產我從來沒有接觸過，信不信由你。從來沒有接觸。哎，你缺錢不會要啊？還讓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子熙，哎，子熙，子熙啊！哎呀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賭債，他們說了，我要是不還給他們錢呢，他們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沒命了。你幫帮我。賭債？哎，子熙啊！爸爸給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幹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後一次，你帮帮我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實話，那個賀振東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呀？還是景熙那有問題？奶奶，您就別多想了。這件事跟景熙沒關係，我就是單純的看這個賀振東不順眼。前幾天，他是不是剛到公司鬧過事兒啊？你不要以為奶奶不去公司就什麼都不知道。奶奶。我知道您神通廣大，我心裡明白得很。別看你平時有些散漫，但是到了關鍵時刻，你還是個很有原則的孩子。是啊，賀振東到公司的事，完全就是個誤會。您就別多想了。我接個電話。喂。啊，长城電子的項目，這個合同是我做的，對。怎麼了？趕緊 I wanna good at you。哦，好，我馬上來公司核實一下。好，等着我。奶奶，我現在有事兒去趟公司，有什麼事兒咱們晚上回來再說。我先去換衣服了，拜拜。哎，我還有話沒跟你說完呢。賀锦熙，蘇妍希，稀客啊！我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谈？我跟你有什麼好談的？你不是已經跟顧其成提出離婚，並且搬出顧家了嗎？你現在對我來說一點用處都沒有。你還是好好擔心你媽媽的病情吧。我已經回顧家了。有，比賽開始，加油啊，姑娘們！只要猛力哥動一下，今天的禮物就是你們的。5點1秒。OK，怎麼樣，猛力，行嗎？我沒有問題，這次肯定不動。等。他不動沒有用的，你們碩哥手上沒有禮物了怎麼辦呢？沒有看到那邊還有個大金主嗎？等一下，這是一張黑鑽卡，你們到隔壁開間房，想吃什麼想喝什麼，隨便玩，一切我買單。走的這麼沒有留戀呢？你咋那麼敏感呢你啊？不敏感，掐我！你不是練過金肉鐵布衫的嗎？說，過來坐吧，咱們聊會儿天。都走了，一個都沒留下。你來幹什麼？你不是去談項目了嗎？不是你們叫我來喝酒的吗？我是让你來助興的，不是讓你來掃興的，好嗎，大哥？你乾脆回去陪老婆吧。行了，就別跟我提他了。又怎麼了？
又吵架了！我的天哪，你们怎么天天吵架呀？吵什么架？没吵架。那怎么办？哎，说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老婆她的家庭情况跟她之前说的不一样，你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不是，嫂子是骗子。骗一个大头鬼，你脑子里就2头鸡是吧？2种可能。那首先他比我穷，没关系啊，我有钱，我给他花了。第二，他比我有钱，比我富，更好啊，没有问题呀。他给我花，我可以接受啊。强强联合，家庭联姻，门当户对，非常棒。我下半辈子不用奋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不怕他跟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钱啊？那至少我身上还有些钱，可以让他去图。最怕的，就是那些钱搞不定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我已经回顾家了。苏妍希，我当初让你代替我嫁进顾家，不是为了让你缠我男人。你怎么有脸站在我面前说你又回顾家了？对，我是替你嫁进顾家的，可是之前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也都替你做了。现在我不想再做任何违心的事儿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找我宣战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宣战，我们2个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跟你没什么谈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谈。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趁我还有一丁点耐心的时候离我远点儿，不然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敢保证。贺锦熙，今天爸爸来顾家找你了，他说他欠了20万赌債。他找的不是我，是你。贺振东已经纏了我20多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机长，啊，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找一个朋友聊会天。你这是在等我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也刚回来。哼，睡觉了。机长，怎么了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样？